大家好，我係 Anita。哇，好耐冇出過片啦，希望咧大家有一個好愉快嘅復活節啦。咁啊，其實我就早2個禮拜咧就翻過香港，咁換我嘅智能身份證啦，同埋咧換翻嗰個回鄉卡啊。過晒期嘅，咁翻咗香港嘅感覺就係、因為我好耐都冇翻啊，個感覺都冇乜嘢喎譬如我去茶餐廳食飯，咁啲伙計都好 nice 唔錯啦咁樣，同埋我同屋企人食下飯啦，搞翻啲證件都好快啦，全部都電腦化啦，我都成個感覺就係、雖然翻咗幾日啫，但係覺得都唔錯嘅咁樣。其實咧今日出片咧就話我希望咧即係會管理翻我呢個 YouTube 嘅 channel 啦，因為好耐都冇喐過啦，咁所以嗰個訂閱人數咧都係好少嘅，咁我要勤力啲啦，咁所以咧我就決定咗咧我都會希望啦，我唔能夠係去保證，但我希望每一日咧都會出片，咁咧而家咧我會有個新嘅即係個特輯。唔係叫特輯啦，即係新嘅 idea 就係會講翻泰國嘅焦點，咁可能會如果有啲特別嘅嘢或者係會講下泰國嘅新聞咁等大家香港人都了解下泰國咯，因為其實好多人都嚟泰國玩，有啲甚至嚟話想旅居，有啲又話想喺呢度即係退休咁樣，咁我就會講多啲泰國嘅嘢咯，咁雖然我就泰文唔得，但係我都會睇報紙睇英文報紙咁同埋都會，因為我住咗泰國都10年啦，咁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係開一間餐廳仔啦咁樣，咁所以我對泰國嘅即係大部分啦唔係話好多，但係大部分嘅對國際嘅新聞咧，我都會識。但係譬如有啲比較民生啲嘅，我都會講下咯。咁希望即係如果你對泰國有興趣嘅，咁我會希望可以用我嘅自己咁多年嚟對泰國嘅即係嘅情況或者係一啲如果你哋有啲咩問題嘅，我可以幫到你嘅民生嘅嘢咧，咁就法律就唔好問我啦，就民生嘅嘢可能我會知嘅，咁都歡迎大家可以留言俾我，咁我盡量咧去解答大家對泰國呢個地方嘅即係了解咁樣，所以我呢個節目咧，即係呢個video 咧或者我係叫做泰國焦點啦就更新咁啦每日更新咁希望可以咁樣啦咁樣。其實今日咧會講主要2樣嘢嘅，就係都關乎旅客啦。如果你哋喺5月1號起嚟泰國嘅話呢，即係5月1號踏足泰國嘅話呢，嚟旅行又好，點樣都好啦。咁你哋呢要開始呢係要填寫呢一個電子入境卡嘅嚇。以前呢，就如果你離開嚟過泰國呢，喺大概早1-2年度啦2-3年啦，應該係 during COVID 嘅時候呢，就冇咗填表嗰樣嘢嘅。之前呢，即係可能5年前、6年前你嚟泰國呢，喺飛機嗰度呢，咁空姐會俾張表格你嘅，咁嗰張表格呢，就叫做 TM6 嘅入境嘅表格嚟嘅，咁喺飛機度填完之後呢，就交去即係入境處嗰度啦當你入境嘅時候，咁後尾呢，即係喺個 Covid 嗰陣時候咧就取消咗，就冇填嘅，掂行掂，即係都有 check，即係要過關啦，但係就好快咁唔使填嗰張表嘅。咁而家咧開始啦，5月1號起咧又要填翻啦，但係就係電子嘅表格嚟嘅。咁我陣間就會詳細講下呢一個點樣做法啦。咁希望大家咧就留意翻呢樣嘢啦，就係5月1號。咁咧第二個新聞咧就都對我嚟講都突然嘅，就係
琴日咧4月23日啊，今日4月24號嘛，而琴日咧即係4月23號咧，咁咧就 Food Panda 大家都知㗎啦，香港Food Panda 就係一個即係外賣嘅即係個嘅 Apps 啦嚇，咁大家就喺去 Food Panda 嗰度 order 咁樣，咁就有啲 Food Panda 嗰啲啲電單車手咧就送外賣俾你嘅。咁咧就琴日宣布咧，佢哋就會喺5月23號咧，即係下個月23號咧，就會撤出泰國啦咁樣。咁我就會講下我對呢個 Food Panda 作為一個商戶，我有用過佢嘅服務嘅嗰種嘅情況咧係唔好嘅。咁所以佢而家咁樣拜拜咧，我覺得都係唔驚奇啦嚇。佢喺泰國都13年㗎啦。咁啊，而家咧我就想講，今日就會講呢兩個主題先啦。咁未講主題之前咧，我都會講翻泰國咧，其實呢2年咧都唔係咁好嘅。咁譬如KK 園嘅事件啦，因為有即係中國人啊，或者係啲旅客咧係經過泰國一啲陸路嘅關口咧，就捉咗去呢個嘅緬甸啊，或者係俾人咗去咗泰國之後，就泰國嗰度咧有人接應咧，就係揸車去咗緬甸啊，咁啊就去咗KK園咧係做詐騙嘅。咁呢個咧就會影響好大啦，對泰國嘅旅遊業啊、形象啊都好大嘅影響啦。咁所以咧今年年頭嘅過年啦，即係中國新年咧，就好明顯咧少咗中國嘅遊客嚟泰國過年。咁以往咧其實咧就好爆嘅，我哋啲餐廳啊爆晒嘅。咁今年咧就靜英英啦。咁同埋再加上就係3月28號上個月咧，就曼谷地震啦，咁當時我都係感受到地震啦，當然咁我啱啱食完飯，跟住就突然間覺得好頭暈，咁以為做乜事啦，咁咪將凳係喐下咁樣，原來係地震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啦，就喺澤痛澤嗰度咧，就有一座嘅未完成嘅建築物啦，就係泰國審計大樓咧，就係成座咁倒冧啦。咁最近咧就拉咗一個即係警察。泰國警察拉咗一個高層啊，中國公司嘅高層咁樣，咁而家就未知道係而家嘅情況如何咁樣，咁又有咩消息呢？我都會同大家跟進，因為你哋好少會睇到泰國報紙噶嘛，咁所以我就透過一啲媒體呢，就希望同大家報道啦咁樣。好啦，咁而家呢，就講，首先第一樣嘢呢，就講翻呢個，當你如果由從5月1號起，2025年5月1號起，咁咧你就要泰國咧正式係啟用新版嘅電子入境卡，叫做 Thailand Digital Arrival Card， 簡稱就係 TDAC。咁咧就取代咗即係以往嘅 TM6 嘅入境表格啦。咁樣，咁咧邊啲人要填呢啲咧？就係所有非泰國國籍嘅旅客。包括通過空路、陸路同埋海路入境者，都必須要抵達前完成在線申請，即係全部都係 digital 噶啦，要上網噶啦。咁我會陣間會即係你會睇到我 description 咧有個網址嘅咁樣。咁咧你就大家咧就係如果你真係5月1號咧開始嚟泰國咧，或者之後咧嚟泰國咧，必須係要填翻呢一個嘅電子入境卡嘅。咁記住啦嚇，對象就係你。如果你唔係泰國人，你唔係泰籍嘅話咧，你就要辦理噶啦。咁樣呢樣嘢，咁幾時辦理咧？就係你入境日前72小時，即係3日前啦，你就要去填寫啦，因為佢要通過㗎。譬如佢話嗱，譬如你5月1號抵達泰國啦，你係可以喺4月28日開始申請。咁即係3日前啦，咁佢可能就會即係即係個入境處嗰度要做嘢㗎嘛，係咪先？咁好啦，申請費用就係免費嘅，記住啦嚇，免費嘅，唔使俾錢㗎嚇。咁我會擺翻個即係嗰個網址喺陣間喺下邊，咁你可以睇翻嘅。
咁總之你就係要申請啦，申請完咧你就要譬如俾你自己個全名啦，同護照一樣啦，國籍啊、出生日期啊、護照號碼、聯絡電話啊，同埋呢一個仲有你嘅電子郵箱地址啊，咁跟住就係你個航班嘅資料啦，入境嘅方式啦，預計抵達日期啦，跟住就係要喺泰國嘅住宿地址啦，譬如酒店同埋地址啦，旅遊個目的啦，譬如你係旅遊、商務定係探親呢？咁仲有係當前嘅健康狀況啦，是否有傳染病徵啦，近期嘅旅行史啦，即係譬如最近你去過邊度啊咁樣啦。OK，咁好啦，咁你交完之後呢，你呢就可以之後呢遞交成功之後呢，你就會有一個咧，等陣先嚇，你就可以咧係有個信息，嗰個信息咧就係就有個二維碼，咁個二維碼咧即係 QR code 啦，咁咧你就可以咧到時咧就去到入境嗰時候咧，你就可以顯示翻呢個二維碼俾嗰個入境處嘅警察咧職員咧去睇去檢查翻係咪一樣啦，咁樣咯。咁呢個就係最基本嘅嘢，咁希望大家就記住啦。如果你係入境嗰日，譬如5月1號嘅，你喺3日前開始申請噶啦，可以噶啦，咁樣咯。咁就係咯，你一定要有呢個電郵地址啦。咁如果譬如你係一啲長者嘅，或者係老友記嘅，你唔知點做嘅咧，可以問翻啲比較年輕啲嘅人啦，係幫你做嘅咁樣。OK？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嘅話，我又可以答到你嘅話呢，咁你可以歡迎你留言啦。咁我盡量呢係幫得手就幫得手噶啦。咁啦，好啦，咁第二個呢就係講翻呢個 Foodpanda， 就琴日公佈咗佢哋呢，就喺下個月5月23號呢，最後一日營業啦。咁呢就向大家 say bye bye 啦，冇咗呢一隻熊貓啦，咁樣啦。咁我就幾時用佢啊？我而家冇用佢噶啦，因為好激氣嘅用佢。咁我係商戶啦，咁當時就係即係由我做外賣，就係因為有疫情啦，咁唔可以堂食啊嘛，咁所以咪要外賣咯，咁樣咁申請咗佢哋咯。咁佢哋個服務咧就都幾慢嘅嚇，咁個 system 我又覺得係麻麻地。咁其實大家知唔知我哋商戶咧，即係做餐廳咧，用呢啲咁嘅 app 咧，佢哋收費係收幾多啊？嗱，我喺泰國，我唔知香港咧，喺泰國咧，佢就會收你嘅費用咧係35%，你冇聽錯，係35%，將你嘅利潤咧全部食晒嘅。仲有一個好煩咧，我哋仲要俾呢一個銷售稅7%，即係35%再加7%。你睇下佢嘅食水好深㗎吓，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咧，對我哋餐廳嚟講咧，我哋譬如如果我哋要有利潤咧，我一定要將嗰個價格咧要加翻到一個某個程度先可以 cover 到佢哋收我哋個費用咯。咁就同埋最攞命、最致傷嘅、最致命嘅咧，就係佢1個月後先找數。咁我哋做餐廳，我現金流好重要噶嘛，我哋要運轉，要買餸噶嘛，要，譬如收咗現金，或者係即係香港嘅 ATM 咁樣，咁我哋就即刻有現金入，就即刻第二日就可以買餸啊嘛。但佢唔係喎，佢要1個月後喎，所以我哋又要另外要有啲資金流動資金咧，係預咗我哋1個月收唔到呢啲錢，然後有一個 spare money 去買餸喎。咁咧對我嚟講咧，真係好大鑊嘅，咁所以我就唔係好中意用佢。咁但係而家應該就唔會啦，唔會1個月啦，應該第2日就找數噶啦，咁樣咯。咁以前咧就好慘嘅，1個月先收到數，同埋收好貴嘅手續費嘅咁樣咯。咁所以我都唔會覺得有損失咯嚇，因為其實而家泰國我哋大部分都用 Grab 同埋 Line，
咁呢兩個咧都做得唔錯，我就主要用 Grab 多啲咯，咁服務都唔錯嘅即係有好多改善啦。以前早幾年都係麻麻地，但係而家都唔錯，咁所以泰國人都幾幸福㗎，即係坐喺屋企咁就可以嗌外賣，同埋都唔錯嘅。即係有時有啲餐廳24小時服務㗎嘛，咁譬如我自己做嘢咗，有時覺得半夜深更好肚餓喎，都可以咧就嗌外賣㗎喎，咁都唔錯㗎喎。咁所以Foodpanda 算吧啦，即係我覺得佢唔成功嘅原因係管理嗰個方面係麻麻地咯，係啊。咁手續費冇辦法啦，我諗到譬如 Grab 啊、Line 啊呢啲都係收咁上下啦，30幾個 percent 嘅啦。咁你咪將你個食物嘅價格，即係你買譬如買個即係一個餐嗰個成本，再加多啲上去咯，咁冇辦法嘅啦，啲客戶都會明白嘅咁樣啦。咁今日咧就係講住咁多，我希望每條片咧都係會先喺20分鐘之內。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介紹俾朋友聽我呢個頻道，咁去 subscribe 同埋 like。咁我希望咧就每一日咧都幫大家更新。咁聽日咧就應該會有第二啲話題㗎啦。咁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嘅工作日。聽日就係星期5啦，係啊，又係 Happy Friday 啦。咁今日講住咁多先，Thank you，拜拜。